立委参选人姚振宇伫河尾路甲北门路口挂起400大型的竞选扛棒，文字内容句句辛辣，引起过路民众的目光。姚振宇讲，蜡炬看板是选民的心声，是乡亲的不满甲担忧，希望为大家借由扛棒，思考民进党伫台南30党、伫中央8党的执政，才互咱的政治冲击甲生活改变。大家都可以看到哈，这些标语都不是新的啦，其实是长期以来大家对于民进党执政的一个想法。票投民进党，台湾变战场，就是很简单的。民进党执政，它让两岸关系紧张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会变成战场。另外就是台独金孙哈，还是选中华民国总统，其实也很简单。我们的民进党参选人哈，我们的赖副总统当年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，现在变成了中华民国是独立的存在哈，他不需要再台独。那我觉得。到底他是真的台独还是假的台独，还是换了位置、换了脑袋，还是心里的话跟真正的话不一样？我相信我们只是提供大家、提醒大家哈，去了解过去跟现在的不一样。那我也希望说哈，大家透过于经过这样的看板前面，可以去思考民进党执政带给我们过去8年的情况，也希望大家有意识到。明年1月13号的选举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，一定要选出适合我们中华民国发展的一个国家领导人。郑玉做这个竞选看板，真的是提醒大家注意，提醒大家去思考明年到底要怎么选总统、选立法委员。民意里面对目前的执政党的不满，我想这是只是把大家的心声讲出来，是一个共鸣。所以我呼吁我们全国的人民一定要用我们的智慧，明年的2024的总统选举1月13号总统跟立委的选举，大家做明确的选择，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。扛棒的内容包含台独金孙选中华民国总统，票投民进党，台湾变战场，负绝境议会被质询，以及民进党退出媒体废掉 NCC 顶400选举扛棒。姚振宇强调，台南县自合并以来，曾经爆发公卫危机，天狗日112条人命枉死，最近阁爆发88场治安危机。伊讲，台南绝对不是赖本命区，而是路价赖骗钱的要命区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